喂，你睇唔睇得出咧？呢兩張相有咩分別啊？其中一張咧，你會覺得哇，成個樣嘅輪廓咧，好似遮住咗咁樣，明顯就係水腫啊！喂，連明星水腫都咁大嘅影響，真係唔好講普通人啊！以下有3個方法咧，去幫你測試你係咪水腫㗎。第一個咧係你起身嘅時候，會唔會覺得個面咧緊緊地，眼睛都好似有啲擘唔開咁樣嘅感覺咧？水腫嘅時候咧，我哋嘅體液會積聚咗喺皮膚底下嘅組織，皮膚啦同埋啲軟組織咧會有啲拉伸啦、緊繃嘅感覺。第二個方法咧，你可以試下輕按自己嘅面頰啦，或者下眼簾嘅呢啲位置，2至3秒啫。你可以留意下咧，有冇啲白色凹入去嘅一啲痕跡。如果呢啲痕跡咧消失得越慢嘅話咧，即係水腫就越嚴重啦。第3，你可以觀察下你夜晚塊面啊，係咪比日頭好睇好多嘅咧？重力咧會影響成個體液嘅流動啦，所以水腫咧喺日頭嗰陣時咧會慢慢消失。嗱，以上3個自測方案，如果你都係答 yes 嘅話咧，即係好可能就係水腫啦。嗱，follow我哋一齊用科學嘅角度去分析美學嘅問題啊！